台南一位12岁妹妹，最近1个月拢感觉到头痛、要吐，行路袂稳，视力退化。来到成大病院进行电脑断层以及核磁共振检查，发现电脑内底有一个3公分大的肿瘤，才造成颅内高压，因此引起头痛、要吐等等的症状。家里的小孩有这些呕吐的情形，一定要密切的观察，那不可以轻忽，仔细的记录症状，那寻求专业的医疗专业的帮忙。这样才不会有这个有可能忽略掉了或延误到了这个重要的病情。目前治疗儿童颅内高压有食药以及微创内视镜等手术的方式。经过鼻子通道或者是在脑部开一个比较小的开颅的伤口，那可以用内视镜伸进去到比较深部的地方，那做这些手术的治疗。那其实整体神经外科的手术也是向这个微创的方向去走。那这些也都是为了减少其他的手术当中的脑部的暴露，来减少这个增进病患后续的这个恢复的情形。借由神经内视镜甲微创器械辅助，会当缩小手术的范围，减少手术中脑部的暴露。嘛当寻求较安全的手术路径，减少手术风险。陈佑宁医师提醒，当儿童出现原因不明的呕吐，尤其伴随其他神经症状时，应该尽速就医，寻求医疗评估。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。